Tom Holland 版本嘅蜘蛛俠喺2、3集經歷完一大輪少年鬧劇之後啦，喺第4集終於都翻返去一個真正屬於 Peter 成長嘅故事，一個內心成長嘅故事。喺上集嘅4年後啦，世界仍然需要蜘蛛俠，但係已經冇人再需要 Peter Parker。歡迎翻到嚟問你睇乜 Cult， 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開心 share 下呢套蜘蛛俠英雄重生嘅觀後感㗎。故事又講述喺上一集多元宇宙事件嘅4年後啦，世界已經完全忘記 Peter 嘅存在，包括佢嘅女友 MJ 同埋摯友 Ned， 而 Peter 亦都孤身住喺紐約，成為全職打擊罪犯嘅人，成為只有 Spider-Man 而唔再有 Peter Parker 身份嘅人。直到一次襲擊事件嘅途中啦 ，Peter 遇上一個有心靈跳躍同埋操控能力嘅人，3番4次咁樣攻擊災控局㗎。咁而故事咧就係隨住 Peter 開始追查呢個人嘅目的啦而展開啦。咁喺正式分享之前呢，極速介紹下 channel 先。咁呢個 channel 咧每個禮拜都會更新短片，同大家分享下遊戲、電影嘅評測、觀後感等等噶。每個禮拜亦都會固定直播。咁所以如果你都係中意遊戲或者電影嘅話咧，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嘅全部啦。咁喺出片嘅時候又會有新嘢通知大家噶啦。咁我呢啲蚊型 channel 咧更加需要大家每一位嘅 like 啦，推廣出去噶。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劇情方面咧，我會留喺後面咧再劇透討論一下嘅。咁一開始講下今集嘅動作場面同埋設計先。咁呢一點我見網上嘅評價咧係比較兩極噶。有啲人咧就覺得設計有心思啦，而有部分嘅觀眾咧就覺得今集嘅動作戲咧係有種意猶未盡嘅感覺嘅。咁今集除咗一開始襲擊災控局嘅嗰場動作戲之外啦，其實比較有印象嘅動作戲咧都係放晒喺後半部啊，例如 Hulk 同埋手合會嘅打鬥場面等等。咁而我覺得今集真正令到動作娛樂上意猶未盡嘅原因呢，可能並唔係出於動作設計嘅部分啊，而係出於蜘蛛俠面對嘅敵人呢，都係一啲冇乜新鮮感嘅角色嚟嘅。咁首先 Hulk 本身啦，已經係一個見慣見熟嘅舊角色啦，而且一早咧已經喺 trailer 俾觀眾知道咧會有 Hulk 嘅出現嘅。咁所以咧，佢嗰部分嘅打鬥啦，實在係算唔上好有驚喜啦，或者新鮮感啊。咁而手合會嘅嗰部分呢，就係用嚟營造最後高潮嘅動作戲嚟嘅。喺動作設計上的確係有花心思嘅。咁但係可惜係，本身手合會對蜘蛛俠嚟講呢，佢嘅份量未係一個可以營造到高潮感覺嘅敵人嚟嘅，令到成件事睇落嘅設計係好型，但係就真係冇乜高潮緊張嘅感覺嘅。同埋我覺得今集嘅蜘蛛俠咧，其實係並冇將個重點放喺動作娛樂方面嘅。如果純粹想要觀能刺激嘅觀眾咧，係可能會有啲失望嘅。至少我覺得佢嘅動作場面其實都只係以往 Marvel 嘅合格水平，算唔上係有特別嘅驚豔嘅。之後我哋就講下今集嘅人物角色啦。咁呢部分有可能係會有劇透噶，咁所以如果大家係未睇呢套戲咧，就可以先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啦。咁喺睇完套戲之後咧，再翻嚟睇呢段片嘅。咁首先 Punisher 喺今集嘅出現呢，本身係一個好適合嘅安排嚟嘅，因為 Punisher 自己咧都係承受過重大嘅心理創傷嘅，佢嗰套面對罪犯極為分明、殺無赦嘅價值觀呢，亦都係由呢份創傷呢不斷強化出嚟嘅，係一個承受過重大心理創傷仍然屹立不倒嘅男人。佢其實係 Peter 一個非常極端嘅投影嚟嘅。Peter 今次需要承受嘅孤獨咧，對 Punisher 嚟講咧就係最熟悉嘅戰場，所以 Punisher 最適合發揮作用嘅位置咧就係成為 Peter 嘅心理鏡像。不過去到 MCU 嘅世界入邊咧 ，Punisher 嘅處理亦都同好多2、3線角色嘅命運一樣嘅，就係保留咗角色最表面嘅標誌，例如講嘢好兇狠、手段好強硬、對罪犯毫不留情等等。但最尖銳、最令人不安嘅價值觀部分咧就被磨滑咗噶。今集嘅 Punisher 咧，雖然口頭上仍然係充滿火藥味，亦都保留到部分嘅冷酷風格嘅，咁但係實際功能咧更加接近一個係帶住黑色幽默啦，負責調節氣氛嘅角色嚟嘅，亦都有1、2場嘅文戲咧係講到佢對孤獨嘅理解嘅。但係電影咧其實係並冇真正將兩個人最核心嘅道德矛盾咧顯示到出嚟嘅。不過我覺得呢部分嘅處理咧都算合理嘅，因為喺劇本結構去理解咧，今集嘅主軸咧始終係 Peter 點樣喺孤獨、創傷同埋身份失落之中咧重新去檢視自己啊。如果電影花太多篇幅去處理 Spider-Man 同埋 Punisher 之間應唔應該去殺罪犯、正義係咪應該去帶住仁慈等等呢一類嘅價值觀衝突嘅話咧，焦點咧就好容易由 Peter 嘅內在修復啦，轉移去更加偏向英雄倫理辯論嘅作品啊。咁所以電影減少兩個人價值觀上面嘅對立呢，係有佢嘅理由嘅。只不過亦都因為咁啦 ，Punisher 最具辨識度嘅嗰一面呢，就變成點到即止啊。咁始終係令我覺得幾可惜嘅。咁而我自己最唔滿意嘅呢，反而係電影安排 Punisher 被心靈控制嘅呢一點啊。因為對唔少觀眾嚟講啊，Punisher 最重要嘅特質之一呢，唔單止係佢嘅意志力強，
而係佢對自己嘅內心、良知同埋暴力嘅衝動啦，係有一種非常殘酷嘅清醒啊！佢並唔會否認自己去殺人啦，亦都唔會將自己包裝成真正嘅英雄啊！佢好清楚明白自己喺度做緊乜，點解要咁做，同埋呢一種選擇會令自己變成點樣嘅人。正因為佢對自身嘅理解同埋黑暗面呢係徹底咁樣接納，甚至有一套非常分明嘅行事準則，佢先會咁相信嗰一套有啲人係唔值得被原諒嘅價值觀嘅。對佢嚟講呢，殺死罪犯並唔係一時嘅失控，亦都唔係被憤怒吞噬之後嘅結果嚟嘅，而係一個佢喺清醒狀態下反覆確認，而且可以毫無罪疚咁樣承擔後果嘅選擇嚟嘅。呢一種近乎偏執嘅自我認知呢，正正就係 Punisher 嘅精神核心啊！佢未必完全正確啦，但係佢從來都唔會含糊啊。所以當電影將佢處理成一個可以好似普通角色一樣，被超能力者咧輕易入侵心智、操控意志嘅對象嘅時候啦，個問題就唔係淨係戰力被削弱咁簡單啊，而係呢個角色嘅心理完整性咧係被動搖咗啊。Punisher 嘅特色咧，從來都唔係佢有啲咩特別嘅能力，而係在於佢係一個連自己內心最黑暗、最醜陋嘅部分啦，都已經睇得太清楚嘅人。咁呢一種能耐咧，亦都令佢嘅心理質素強大到咧，係連心靈控制或者感應咧都可以免疫嘅地步。如果一個超能力者可以咁輕易越過佢嘅心理防線咧，電影就等於將佢由一個有住極端自我意識嘅角色啦，降格成一個純粹用嚟推進危機啦，俾主角去營救嘅普通角色。呢一點亦都係我對電影處理 Punisher 最唔滿意嘅地方嚟嘅。然之後咧，我哋就講下 Hawk 啦。咁 Hawk 咧一直都係 MCU 入邊被弱化同埋工具化得最厲害嘅角色之一嚟嘅。佢一直都係 MCU 入邊嘅常見客串班底啊。咁電影咧就成日提醒啲觀眾啦，Hawk 有幾恐怖啊，幾難控制，幾接近無敵。但係永遠咧其實都係一個戰力指標嚟嘅啫。當劇本想證明新嘅反派有幾強大咧，就會安排對方咧可以壓制 Hawk 噶啦。咁當劇本想突出某種新科技或者特殊能力係好勁嘅時候呢，就會令到 Hawk 啦成為第一個被解決嘅目標。咁任何人呢都可以喺劇本嘅操弄下呢，將 Hawk 啦輕易咁樣解決嘅。咁而喺今集入邊呢都唔例外啦，都係一個比較工具人嘅角色嚟嘅。目的呢就係帶出抑制異能嘅方法啦，同埋增加呢套戲嘅動作娛樂場面啊。亦都再次反映 MCU 咧對 Hawk 嘅慣性用法啦，唔係將佢當成一個有故事值得講嘅人，而係一個隨時可以被調動啦，用嚟證明劇情嚴重程度嘅戰力單位嚟嘅。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係美漫 Hawk 嘅 fans 咧，你應該係會好唔中意 MCU 對 Hawk 嘅處理嘅。然之後咧就係點收都收唔埋，由 Sadie Sink 飾演嘅 Jean Grey 啦。咁就算電影早期刻意將佢包裝成一個神秘角色都好啦，但只要對 X-Men 有少少嘅認識咧，見到佢嘅能力都好難唔將佢同 Jean Grey 咧聯想埋一齊嘅。咁而今集唔止係安排佢做一次客串亮相咁簡單嘅，更加似係借 Spider-Man 呢個 MCU 目前最大影響力、最容易吸引觀眾入場嘅系列咧，為未來 Marvel 嘅 X-Men 計劃啦做一次高調嘅角色鋪排嘅。呢個角色咧，亦都相信會係未來嘅 Marvel 一姐啊！不過當 Jean Grey 被放到去呢套戲嘅對立面呢，佢同 Spider-Man 嘅能力級別咧，其實係唔對等啊。Spider-Man 嘅強項咧係反應、速度、體力等等嘅物理能力，咁而 Jean 嘅威脅咧係嚟自精神控制、意念操控等等嘅，兩者根本唔係同一個戰鬥語言。Spider-Man 可以避拳頭、避子彈，但未必避得開一個可以直接進入你個腦、改寫你感受嘅人。咁所以電影喺動作設計上呢，就少不免會有啲唔平衡噶啦。佢為咗維持娛樂性啦，劇本一定要安排一啲更加適合 Peter 發揮嘅對手啊，例如手合會、Hawk 等等嘅角色或者勢力，令到 Spider-Man 仍然有機會顯露佢嘅身手，去製造一啲動作場面嘅。咁呢啲段落呢，唔係唔好睇，亦都確實保留到蜘蛛俠作品應該有嘅街頭動感啊。但成套戲嘅動作場面感覺呢，都係比較似支線嘅。並冇一種高潮對決嘅感覺咧喺電影入邊嘅，而去到最後，故事亦都無可避免咁樣唔能夠單靠武力咧去解決 Jean Grey 嘅結局，最終都係要靠溝通啦、理解同埋說服咧去收尾嘅。喺角色邏輯上咧，其實係完全講得通嘅，因為喺第三集咧已經見證過啦。Peter 一直以嚟咧都唔係單靠打贏對手為目的噶，佢一直都相信每個失控嘅人背後咧仍然係有值得被拯救嘅機會嘅。不過咁樣做啦，亦都令電影咧未必有以往蜘蛛俠作品嗰一種最後動作高潮嘅爆發力嘅，佢更加似係一種心理層面嘅對視啦，而唔係一場真正勢均力敵嘅最終決戰。
咁對於期待一場大型超級英雄動作高潮嘅觀眾嚟講咧，呢一種收尾方法咧，可能係會覺得差少少嘅。咁但係如果由 MCU 長線佈局去睇咧，呢個或者係 Marvel 嘅取捨嚟嘅，犧牲一部分 Spider-Man 應該有嘅爽感，去鋪排 Jean Grey 嘅第一次出現，重點鋪排呢一個未來 X-Men 嘅核心角色。咁再之後呢，我哋就正式講下今集嘅劇情啦。今集承接住 No Way Home 嘅結局 ，Peter 選擇咗俾 Doctor Strange 咧施展咒語，抹除晒所有人對 Peter Parker 嘅記憶，淨係留翻低對蜘蛛俠嘅英雄形象。咁而喺第3集嘅結尾啦，Peter 雖然承諾過會揾翻 MJ 啦同埋阿 Ned 噶，但當最後見到昔日嘅情人同埋摯友冇咗自己都能夠生活安好嘅時候呢，佢就打消咗相應嘅念頭啦。咁而今次呢，亦都係 MCU 版本嘅蜘蛛俠第一次要承受自己造成嘅後果，亦都係成年人最大嘅課題，就係面對孤獨。喺蜘蛛俠嘅身份上呢，佢係做得相當成功。4年入邊制服唔少嘅敵人，紐約市嘅犯罪率呢，前所未有咁樣下降，甚至已經被市民視為可靠嘅 friendly neighborhood。但喺個人生活方面啦，冇人知道 Peter Parker 係邊一個，因為佢嘅至親 Auntie May 已經喺前作犧牲。MJ 同埋 Ned 咧，更加係完全唔知道 Peter 嘅存在啊，更加唔知道佢哋共同經歷過多重宇宙嘅危機。Peter 亦都自此喺 MJ 同埋 Ned 嘅生命中缺席，純粹靠住社交媒體啦去偷睇佢哋嘅生活，但係就冇空間咧去參與啊。咁我覺得電影喺描述 Peter 嘅內心方面咧係幾精準嘅，可以喺 Peter 嘅身上啦見到一種低調而持續嘅抑鬱嘅。雖然佢同人互動咧仍然係保持住幽默感，喺行動嘅時候咧依然會搞下笑啊。偶爾亦都會同警官啦有電話上嘅輕鬆互動啊，但係當自己真正獨處嘅時候，先顯露出嗰種沉靜抑鬱嘅狀態。今集嘅 Peter 咧，亦都唔再有人幫佢執屎或者擔當監護人嘅角色啦。由以前嘅 Iron Man 去到 Nick Fury， 再到 Doctor Strange 咧，每一集咧都有唔同嘅長輩喺背後咧幫 Peter 收拾殘局噶。咁而今集咧，佢係獨自面對一切嘅危機。喺 Peter 嘅身份下咧，佢係冇存在嘅意義啊。因為根本冇人再認識 Peter 呢個人，而佢亦都喺呢個狀態下咧，去催眠自己、自我物化嘅。當一個人嘅身份唔再被其他人承認重視啦，而係被當成一個功能需要或者象徵性嘅時候，佢就有機會將自己都當成工具，忽視自己心理上嘅需求嘅。因為當佢有功能性存在嘅時候啦，佢先體會到自己嘅價值。而 Peter 亦都係咁樣生活咗4年，將自己投入到去蜘蛛俠嘅角色入邊。幾乎完全放棄正常人應該有嘅生活，佢已經將蜘蛛俠啦當成生活嘅全部。其實亦都係說服緊自己啦，只要城市夠安全啦，佢個人嘅孤獨、失去同埋空虛咧，其實都係好小事。用呢種態度嚟逃避 Peter 被忽視嘅現實，而某程度上啦，佢嘅行為亦都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呢個命題最極端嘅實踐嚟嘅。因為佢將所有嘅時間、精力同埋情感咧，全部投入到去責任身上。不過呢一種心理防禦機制咧，就喺一次遇見 Ned 嘅途中咧打破咗噶。雖然理性上唔可以接觸相應啦，但係當遇到摯友嘅嗰一刻咧，內心仍然係好誠實嘅，想知道曾經親近嘅人生活狀況係點樣。咁而 Peter 喺公寓嘅呢一部分呢，係電影迫使 Peter 面對現實最赤裸嘅一刻。MJ 同 Ned 做咗室友，而 MJ 亦都有新男友、新嘅情感寄託。Peter 一直以嚟都用佢哋冇咗我都可以生活得好好嘅呢個理由去合理化自己唔接觸，但係當佢真正見到 MJ 同另一個男人嘅親密互動啦，佢先發現原來自己一直咧都唔係真係接受咗呢個現實，只係用理性壓抑緊自己內心嘅渴求。亦都係呢個時候，佢即刻翻到屋企揾翻嗰封俾 MJ 嘅信。Peter 睇翻呢封信呢，並唔係為咗寄出去，而係為咗確認一件事：呢啲曾經擁有過嘅感情，並唔係自己幻想出嚟嘅。因為嗰刻佢連自己都開始質疑，當曾經嘅種種都只有自己記得嘅時候，會唔會其實都只係自己一廂情願嘅幻想呢？今集電影亦都好殘忍咁樣用前2代蜘蛛俠嘅場面呢去傷害 Peter 嘅內心嘅，亦都係呢個內心崩塌嘅時刻呢，令佢身體開始變異。呢種變異顯示佢嘅身體反映住心理上嘅不適，力量亦都唔再可控啦。雖然佢四處尋找方法去壓抑體內嘅蜘蛛激素水平，但係其實一直都冇正視過引發變異嘅原因。直到 MJ 揾到嗰一封一直冇遞出嘅信啦，Peter 先被逼真正直面自己嘅內心。嗰封信係佢4年以嚟自我欺騙、維持自我嘅最後防線。只要佢繼續將自己嘅感情封存喺呢封信裏邊咧，佢就可以繼續相信自己嘅犧牲啦係有價值嘅，自己嘅沉默係有理由嘅，甚至相信只要有一日 MJ 讀到呢一封信啦，佢就會明白自己點解要消失，而所有嘅痛苦咧都係有意義嘅。
但係當 MJ 真係讀咗封信啊，當 Peter 真係鼓起勇氣坦誠自己嘅感受，故事就並冇跟隨一般超級英雄電影嘅慣常走向啦，反而走向咗一個好唔 Marvel，甚至近乎殘酷嘅現實。MJ 並冇記起任何嘅往事，所以亦都冇任何愛嘅存在。電影交出一個唔 Marvel但好現實嘅結果，無論有幾愛都好啦，冇深刻回憶，冇經歷嘅情感，原來可以好脆弱。人與人建立關係可能需要好耐，但原來歸零呢，只需要一瞬間。Peter 用咗4年時間去接受自己失去 MJ， 但佢真正一直逃避嘅，其實係唔想知道 MJ 原來係可以失去自己嘅。Peter 最終都要承認同埋接受，你愛嘅人呢，係未必需要你嘅愛嘅，甚至根本唔會因為你嘅愛啦而有所改變。愛並非萬能，現實係唔可能憑住愛啦就改變對方嘅記憶，更加唔可能憑住愛啦就令到對方選擇你嘅。呢個覺醒對 Peter 嚟講啦，雖然痛苦，但係同時亦都係內心成長最重要嘅一環。因為成長往往唔係發生喺我哋得到嘅瞬間，而係發生喺我哋學懂接受、尊重、放手嘅嗰一刻。Jean Grey 最後能夠被 Peter 感化，亦都係佢哋共享住同一種失去嘅痛苦。兩個人都失去過摯愛，兩個人都拒絕過正常嘅關係，兩個人都說服自己孤立呢係唯一嘅選擇。而 Peter 今次最大嘅成長啦，並唔係能力上嘅變異，而係喺失去至親至愛之後啦，仍然保持住願意信任他人嘅能力。面對 Jean Grey 嘅威脅啦，佢選擇相信嘅，願意喺 Jean Grey 面前展現最脆弱嘅一面。佢俾 Jean 呢進入佢嘅意識，分享一段關於 Auntie May 嘅記憶。Jean 第一次體驗到有人願意喺佢最危險、最失控嘅時候，仍然選擇相信、接納自己嘅。Peter 用自己嘅經歷話俾佢知啦，痛苦之後點樣做係有得選擇嘅，可以揀成為傷害他人嘅理由，但係其實痛苦呢，亦都可以成為理解他人嘅開始。咁最後呢，就嚟個總結比分啦。我會俾呢套蜘蛛俠英雄重生呢 boy 嘅。嚟到第4集嘅 MCU 蜘蛛俠啦，喺故事上呢，終於都唔係純粹為咗 MCU 嘅世界觀呢而服務啊。咁呢一次呢，電影終於都肯停低啦，唔再急住將 Spider-Man 呢推入下一個大事件嘅，而係俾空間呢 Peter Parker 作為一個人啦，去面對心理上嘅課題。過去3集呢 Peter 面對嘅挑戰主要都係比較外在嘅，學識點樣用新戰衣啦，學識去對抗更強嘅敵人啦，學識喺多重宇宙之中咧做決定啊。咁但係呢一次咧，佢要面對嘅敵人就唔係外在威脅，而係內心嘅孤獨啦，同埋自我懷疑啊。佢要學識接受一個現實，有啲嘢失去咗咧，就係冇得時光倒流。雖然喺反派敵人同埋動作戲上啦，佢唔算係一套好令人目不暇給嘅電影嚟嘅。咁但係至少喺角色嘅內心創傷同埋情感交代上咧，算係 Marvel 電影入面難得一見嘅重點描寫嚟嘅。咁唔知大家有睇咗呢套蜘蛛俠英雄重生未呢？咁啊，歡迎留言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啦。同埋我睇到呢度啦，就記得幫手俾翻個 like 啦。咁如果你都係中意遊戲或者電影嘅話呢，就記得訂閱啦。咁我呢啲蚊型 channel 更加需要大家每一位嘅 like 啦，幫手推廣出去噶。咁下次再有電影呢，再同大家開心 share 分享下噶。咁我係 Jeremy 嚟啦，我哋下條片再見。